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11月20就要开始进行正副总统的登记。也毋过，这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副手的人选，拢也未确定。有风声讲赖清德的副手就是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。等这个亚太经济会议结束了后，萧美琴就会返来台湾，正式来投入着选战。啊，那国民党若被合作破局，讲这个韩国瑜甲罗秀燕拢是互点名上战的人选。 几个月前做伙看比赛，即马敢有这个机会做伙拍选战？2024年总统的选战进入最后的关键的时期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副手，敢确定是萧美琴？我跟美琴是情如兄妹啦。存11缸还没有考量好吗？不，考量是已经考量好了，已经差不多是完成了。这个时候我只能够秉持外交的态度啦。这个外交态度是什么？不承认也不否认。赖清德回应听得出来，赖萧配已经成型啊，而且回来时间点，国家总统府今日APEC 的记者会有关系。那我们请总统来先向我们致辞。总统蔡英文派张忠谋到美国时到萧美琴卖对伊转来。以目前的行程来看，11月12到18，美国旧金山正进行 APEC 的峰会，期间还有11月15拜10会。对萧美琴来讲，这拢是重要的个人的阶段。结束后，11月19返来台湾，续来11月20登记赖萧配。而且顺利，风声讲是因为总统蔡英文希望讲对选情有加分。另外一边，国民党伫若要合作无结果的情形下，副手的人选嘛赶紧决定。对了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点名的还有因。想问一下卢市长有没有被争取当副总统人选，或者有没有可能出任？不好意思啊哈，我们这个公务时间不谈选举，不谈政治。听讲国民党副手的条件是，都要形象清新、快速就位，甲好友谊互补。 无出大代志等等，台中市长罗秀燕正适合离正式的登记要10天，若你提名副手的人选，这唔但会当提升形象，都还佫有加分的作用，抢选战的先机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